今天我们带各位呢来到一个台南市非常文雅的人文空间。您看，这就是草记 Book In。那这个人文空间呢，可以让你阅读 B&B， 你可以住宿，还有它是个艺文的展演空间。我们呢会在这里呢给各位做我们今天的这个熟女呢与花甲男孩的对话。所以今天跟着我走这个美丽的空间，首先我介绍的是我们的花甲男孩富敏。嗨，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熟女江娥哦。好，那我们今天呢要带着我们走这个人文空间的是我们草记的主人，就是我们讲的用哥，我们周荣堂周先生。大家好。好，那我们现在就请我们的用哥带我们进去参观这个空间喽。Come on, let's go。好，里面请。哇，很有人文气息的空间哦。对啊，这里它以前是一间二手书店，现在我们把它改成是一间民宿，然后是用背包客的经营方式。这里最特别的地方是它是用书跟住做结合，所以完成了许多人的梦想，就是睡在书柜里面。对，这边就是花了很多时间在书上面就对了。对，因为它之前是二手书店嘛，其实我们就是延续书本它的生命。我们现在1楼就是提供阅读，完全都是免费。后面还有一台免费的咖啡机，那个都是可以让阅读人免费在这里喝咖啡。所以也就是说，台南市民只要他很想跟书结缘，那他就可以直接进来草记，告诉你我们想这里安静的做阅读，就这样子，可以这样子哈。是啊，哇，真的很谢谢提供这么好的阅读空间。我们开放的时间其实就是中午12点到晚上的8点。了解，进来人都可以在这边阅读。对。好，那带老师进去跟两岸来宾进里面看一下，好不好？好，这边就是刚刚跟你们介绍的展览空间跟阅读空间。这个用狗觉得这个空间好像彼此打通这样子，很特别哦。对啊，有什么对啊，它其实以前这边它是一间印刷厂。印刷厂。对，这个地方它其实是宿舍。这是宿舍。对。它这个有地下室，就是以前一排房子里面都会有一间有防空避难所。那密封空了的所在就对了。了解。伊家其实就是较早草记二手书店最经典的地方啦。所以讲这是作者迄时阵拢足想要来这翕相，但是较早二手书店的时阵，伊是无开放来当互人入来翕相。对，就是他希望书店安静一点嘛，不要像观光客一样。因为阮即马就是嘛是有大的人，你要去限制大的人袂当翕相，所以伊较强人所难。对。所以讲作者即马拢是利用来这大来翕这个空间。他为了要拍照，所以就来这边住宿有种享受空间使用的特权，对不对？你有看到对面迄个书架？是。书架这就是讲，伊每一家伊就是一块咱较早希诺去的棉床板。床板做的，床板做的。它全部也都是用块木做的。是。当时我们在建制这个书墙的时候，以前的老板他曾经在他自己的 Facebook 上面写过这一段，就是说我们在盖书住的房子，然后书住的比人还好。然后那个住在块木板上，你看看，对，书香、块木香其实很特别了。对，因为现在一个人的旅行也越来越多了。一个旅行你怎么样让他住得舒适，安全，价位上可能就是比较合理。所以说我们这个规划小小的一个床位里面，它的细节真的非常多。还有比较重要的是，里面的卫浴设备吗？真的嘞。这个是老祖母的嘎吉德，你很熟吗？你像阿嬷、阿公他们以前在用的。嘎吉德它其实的用意就是说，我们这里它一定都要公共卫浴，所以我们这个都是他会带着他的衣物，甚至女生她可能带着她的一些化妆品，她如果拿在手上其实很不方便，所以当时我们就设计了这个。那它可以提着走，而且这也还蛮防水的哈，那湿也没有关系这样子。无形当中它现在变成我们的热门商品。哇，这个4楼是？这里是交易厅。对。因为一般经营背包客，它最重要的就是交易空间。对，大家跟这边交换意见啊，交换行程心得。甚至于说各国的人，他如果入住这边，他可以在这里做交流。其实这里
也蛮特别的，就是说看出去那里就是我们的美术馆呢，美术2馆，那前面就是孔庙园区哈。对。我发现蛮特别，你那个前面都是让它落地窗，可以直接看到外面的窗景，是真的很漂亮，一直是下午的午后的感觉。其实外面也有一个户外的阳台，它是整个都是开放的这样。那这样可以在外面看星空了，都可以啊，感觉应该很漂亮。对。好，大概我们这边就是好，那我们谢谢勇哥今天给我们做这么好的场地的介绍。